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已经过身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今日举行国葬，伫咧各国代表庆会时阵，大会也用台湾称呼咱的团队。假电视申请新闻台执照风声讲有党证据暂介入，但交法也提出录音档证明，目前需要第三方来验证，这录音档是真还是假。国内伫今日增加45000外本土病例，10月13开始按算实行零加7入境免隔离，往回东京机票虽比以前进前呢起码到1倍。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日增加45608个本土病例，这中重症患者83人，死亡个案也有28人。另外，搁在过2天，这边境特别进行第一阶段的解封。指挥官王必胜下晡特别去到高雄。去到这桃园机场视察，伊也强调讲未来防疫会走向甲病毒共存，自主防疫就变伤过济强制手段来做监控。咱来讲到10月13开始实行零加7入境免隔离，这机组人员的检疫也会取消，比照一般入境旅客。咱来讲到这挂嘴暗的政策，可能要等到即阵的这个疫情稳定了后，才来进行相关的讨论。过2天，国门特别解封，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拜日下晡这边去桃园机场巡视，因为位置到拜日开始，每礼拜入境人数上限调悬做6万人次，居家检疫3+4，专程改做1人1室，佮取消机场喙暖采检 PCR， 改发4支家用快台汽车，让入境旅客做自主防疫。防疫走到这个阶段，我一再讲，我们要跟病毒共存，那就要融入生活之中，那管制就会去比较松，不会像以前这么紧，跟清零时代不一样。王必胜表示，边境会分2阶段解封，上紧10月13开始零加7入境免隔离，到时阵就连机组人员入境检疫也取消，回归疫情进前航空公司家己管理机制。10月13号之后就回归以前的管理，就是像外站管理，还有就是外国机组员管理都回归到以前的状况。另外，大家关心喙安是不是要解除，王必胜搁一摆表示，爱等疫情稳定了后，才会检讨喙安放领规定。因为这一摆 BA.5 疫情依然是高原期，而7摆至增加45608例本土病例，全台13县市病例数拢超过1000例，中重症83例，死亡有18例。长照机构居民的阳性体检率比顶礼拜提悬1.3%。机构的著名的阳性率在这一周是有增加到1.3%，较在上一周的1.0%是有略升。另外，风车台湾采购1万支，因此公司生产的单独抗体药物，敢若是1人份都要10万块，相当开10亿新台票。指挥中心澄清表示，数字错误，而且无买贵，因为签订保密合约，无法度公开介绍。这款新药主要是提供免疫嘅下族群使用，来降低染疫风险。目前国内已经164人使用。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今日去到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这也要求政府应该爱替这寡无做好防疫的部分来回实的。苏贞昌也讲，有民众因为感染到武汉肺炎失去性命，伊非常遗憾艰苦，也会检讨讲看安怎做会比较更加好。院长也答应讲，这疫苗受害救治心脏的速度会催更较紧。卫福部张世水员也讲，有加开审计小组，目前有6000多件申请，伫2年内应该会当审核煞。立法院开议，总调陈明忠抢头来质询，追问蔡政府因防疫不力，疫苗受到主动救济，疫苗采购者的问题。行政院长苏贞昌定性讲，政府绝对袂去主动疫苗来替这已经过身感染着的人来表示遗憾，讲会谦卑来检讨。还是免不了有民众失去生命，我们觉得非常的遗憾、难过和不舍。我们拭目以对，谦卑检讨，看能不能再做到最好。那为陈明忠批评疫苗注射受害者这个审查的过程伤过头慢，若是照规定照这么速度，就要10年的时间，甲审查会煞。苏贞昌有因讲，会指示指挥中心较紧来审查。卫福部长谢瑞元嘛表示讲，目前申请的6000多件，会当伫2年来审查好势，并没有说政府要刻意刁难，希望这个审查机制程序都能加快，
而且能尽快给它完成，绝对不应该拖到什么10年这样。面对蓝营因来质疑蔡政府阻挡疫苗，立委罗志正伊举例讲，无人会去挡救护车，来说明讲政府无可能会去阻挡疫苗。苏贞昌和4岁原因的讲法拢是同款。部长，当有人说卫福部里面或指挥中心里面有人在挡疫苗，让台湾拿不到疫苗，甚至因为这样很多人牺牲死亡，部长有什么看法？我是认为这已经接近做梦了。怎样做梦？因为这个现实上面不太可能存在这种人。刷顶礼拜5对墙的议事，国民党团伫27嘛无搁再阻挡。苏贞昌因真顺利上台来报告施政的总质询，伫口头报告的时阵，聚焦伫救经济、造福国人、守护台湾来发表讲话。记者综合报道。10月13日，咱的国内就按算要来实行0+7这入境免隔离的措施咯，已经有真侪民众开始订飞机票，准备要出国去佚佗。上届侪人要去的所在就是去到日本，有一寡航空公司往回这东京的机票钱，即马是大约是2万块，比疫情进前呢是起码到1倍。10月13开始，台湾入境免检疫出国旅行，等下台湾也无少隔离，不少人拢咧规划出国旅行。旅行业者也统计，目前已经付定金的订单也是日本上济，占比差不多5成。当听说澳洲也得要2成，当然阿甲土耳其、甲南韩也拢有人预定。台湾人较爱去的旅游所在，甲疫情进前差不多济。啊，不过疫情了后，出国旅游的成本是增加真济。详细旅行社就分析，亲像俗个航空东京线来回票价，疫情进前差不多是6000块左右，即马超过1万。传统航空是爱2万，差不多是疫情进前的1倍。整体上，像是日本的机票的话，至少都有2到3成以上，甚至3到4成的涨幅。那对我们建议消费者的部分的话，还是建议就是越早订越能够享受优惠，最好是在出发前的45天。那因为优惠舱等它有限。业者表示，特别进招休寒大月进前，到时阵票价有可能会阁提悬。即马台湾入境免检疫，防疫旅馆的业者也准备要退场。交通部表示，目前国内也有382间的防疫旅馆，而且观光局研议一个补贴方案，让业者度过这段时间。晚一点退场，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空窗期。那我现在也请观光局再研拟一个补贴的方案哈。希望能多少给他们一些补贴，让他们在这个空窗期的时候能够度过。对进前有业者反映未付转型，也惊恢复一般的旅宿了后，人力无法度马上补足。交通部表示，会会同劳动部进行人力配合，协助业者准备转型，迎接观光旅客。记者综合报道。澳受邀请来台湾访问，今早起伫高雄参加全球台商经贸论坛，谈论全世界的经贸趋势。副总统赖清德也出席致辞，感谢蓬佩奥用行动支持台湾。蓬佩奥伫咧演讲时阵，也讲到台美中的关系已经为台湾无需要超工宣布独立，因为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要求有民众甲无共团体透早来酒店外口举牌表达欢迎。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受邀请来台湾参加全球台商经贸论坛，这是蓬佩奥今年第2遍来台湾，担任疫情了后经贸局势。副总统赖清德完后到庭致辞，饭店内外拢加强维安严格安检。中国企图改变以原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也用经济作为地缘政治的手段。也让民主阵营惊觉，整个全球需要一条新的、安全的、值得信赖的产业链。为新冠疫情到俄乌战争，全球经贸产业链因为安尼受到冲击停阻，各国也因为中国动作真济开始精神。赖清德感谢蓬佩奥一直用行动支持台湾，包括进前推动美国对台军售，强化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The reality that many of your past and present leaders have made clear. It is that Taiwan does not need to declare its independence because it is already an independent nation. 蓬佩奥表示，有人无乐见伊来台湾，佮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不过，伊的观点甲台湾的领袖态度同款，台湾无需要故意宣布独立，因为台湾已经是独立国家。佮批评拜登政府因为政治的因素，甲台湾排除伫印太经济架构外。
When I look at the framework, I frankly don't see a lot of economic potential. I se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foolishly sidelining its 8th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Taiwan, and they're doing so for political reasons. This was made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Taiwan made perfectly clear that it wants to be involved. 论坛最后的焦点对谈，蓬佩奥也互人问到，领做当选美国总统要安怎协助台湾？蓬佩奥表示，美国需要协助台湾有自我防卫、确保主权独立的能力。除了台湾，嘛爱甲亚洲友邦，甚至各民主国家共同合作，互中国了解因袂使乌白来。记者综合报道。好，我们接下来。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头一届来到高雄，除了再起经贸论坛，以后半天甲高雄市长陈其迈会谈，针对着台海甲东亚的和平稳定来交换意见。为着要了解到在地建设甲企业，下晡要甲企业家座谈，针对着台美关系也有经济连结进行讨论。蓬佩奥去到现场的时阵，也受到在场民众热烈的欢迎。百外民众伫抗日摇摆啊欢喜发休，两岸关系愈来愈紧张。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今年已经2届访问台湾，这个参访的重点是伫台湾南部，民众去现场感谢伊对台湾友善的立场。希望他替我们出声，挺我们，加油！我们台湾人自己人也要加油。红看作是历来对台湾上届友善的国务卿蓬佩奥，头一届拜访高雄。嘛主动要求参观高雄的建设，了解在地企业对文化人员的导览，参观大港桥、甲朴油路，甲去座谈的地点，咱座谈的内容嘛有关台美关系、甲经济连结。工作团队有提到，他们希望也可以看一看这座城市的一个样貌，然后跟庶民有所接触，来跟这边的中小企业有所互动，能够感受到他对在地的关心啊。蓬佩奥去高雄，原本日期要甲市长陈其迈做伙食早顿，不过因为机组万分全取消。早起蓬佩奥伫经贸论坛进前，半天甲陈其迈会谈，双方就依次台海甲东亚和平稳定交换意见。现在屏东县长潘明安嘛去论坛现场，表达希望促进台美交流。希望透过这次的产业交流、经济发展的论坛，来增进台美两国的情谊。供应链的这些整合，对于这个全球的自由贸易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当然对台湾的安全来讲非常的重要。蓬佩奥访问台湾3天，行程是真满。除了高雄，二爸嘛去台南，希望了解在地企业甲发展，来深化台美经贸合作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进前镜电视申请这新闻台执照，风声讲有这政党居然来介入。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今仔日质询的时阵，就质疑行政院长苏贞昌有甲 NCC 特别交代，而且佫放出镜电视前董事长培伟的录音。苏贞昌否认这件代志，也强调蔡总统将来唔捌交代伊做这款的代志。总统府也发出声明，讲蔡总统唔捌含苏贞昌讲过这个议题，也袂去牵涉到个案。那 NCC 是质疑这录音档是真也是假，目前是无法判断。但这话是讲要甲苏贞昌插赌，由第三方来鉴定，看这敢是培伟声音。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质询的时阵，提出录音档公布去年镜电视股东会，将当作培伟向大股东说明的内容。就跟小英总统反映那天的状况，说 NCC 其实很无理取闹。小英总统就立刻告诉苏贞昌，这件事情人家已经做了最严格的处理，没有理由去拖人家，你一定要赶快去处理。陈椒华甲行政院长苏贞昌质询，问伊呼吁高层敢有介入甲 NCC 施压，发执照互镜电视。你有没有找陈耀祥关心这件事的申请呢？那你引述的这个内容，结果也不是这样啊。蔡英文总统或者是总统府的人有没有交代你要去施压 NCC？ 嘿，总统跟我都是1对1，总统跟我讲话也不会这种口气，总统也从来没有交代我这种事情。苏贞昌几也甲伊否认有施压，总统府嘛发声明驳回，讲蔡总统唔捌甲苏贞昌讲到镜电视新涉案，嘛未涉入个案。现在 NCC 讲立委提录音档是真是假，也唔知影。针对这点，陈椒华讲要甲苏贞昌上诉，会甲录音档交予第三方来鉴定。邀请苏院长对赌，将我手上完整的录音送第三方鉴定，来确认是否是裴伟的声音，确认这个录音的真假。该电视嘛发声明指出，并无陈椒华讲的内容，
那必要的时阵会公布会议的录音。NCC 对假电视新设案以上严格付款通过，为了捍卫权益，会对不实的指控提起诉讼。针对这点，大家话讲，欢迎假电视提告，交予法院来厘清。另外 ，NCC 主委陈耀雄日前回答国民党立委李德维质询的时阵，就是200个审查假电视去立有线电视86频道的案件，会邀请系统台甲利益关系人去现场说明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前中华民国小姐张淑娟昨去到地检署要告自称的媒体人周玉蔻，国民党市议员王宏伟等人也向民视加 NCC 检举，认为周玉蔻的节目违反着新闻自律。NCC 主委陈耀雄表示，目前已经收到30多件检举案，会搁再进行调查。你蹭人家周玉蔻，你要脸吗你？蹭什么周玉蔻啊？不要脸！今天是你过来的，今天他提告，我找张暑假，你过来干嘛？北检头前会有被执照，自称媒体人周玉蔻，前几日向假日军校监建校台张淑娟会室内，煞伫现场甲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宏伟玩甲真厉害。即马两人战场也见深到电视节目，王宏伟一日已经向民视甲 NCC 申诉，周玉蔻节目严重违反新闻自律。民视的谈话性的政论节目，违反什么呢？违反对直播新闻违反事实查证原则，致损害公共利益。我们目前收到的检举案大概有30几个案件，可能也陆续在处理当中。如果我们查证是有的话，那就是基本上都是行政责任的问题。是我们监督的对象是事业，是民事，不是他个人。台北市议员徐卡新也向 NCC 检举，讲周玉蔻目前节目已经正做但市中的宣传大队。主委陈耀雄低调不愿意加讲，他表示会调查了后，就赶紧加入机场。民众党立委也有反弹声音。NCC 基本上是失职的哈，所以未来对于整个这个媒体频道的这个监督和监理哈，那么还是必须要有个政府哈拿出这个担当哈，那 NCC 必须是做事的，而不是自己就变成一个大内宣的这个工具。那北定也拢咧批评风波是愈加愈大。NCC 表示会依照定数处理，先由广播电视节目广告咨询会审议了后，佮提交 NCC 委员会审议。目前无法度有个审议结果，什么时阵会出来？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新竹市长参选人高虹安因为伊的博士论文去互囝周刊曝光有抄袭的问题，高虹安早起去到北检控告加重诽谤罪，意图使人被当选。囝周刊也发出声明，讲因的新闻拢是有经过查证，也会提出报告。若这期进程伫咧主席会用公费出差500多天。高虹安也批评讲，这囝周刊咧涉到伊的个资。针对着这个问题，民进党的新竹市长参选人沈慧虹也回应讲，这老实才是上该好的方式。国民党的参选人任敬仁认为，应该请这主席会进行说明。博士论文争议继续滚加，民众党新竹市长参选人高虹安透早去北检控告假周刊加重诽谤罪，针对假周刊曝光高虹安伫主席会工作期间出场助理547天照领薪水甲绩效费，是用主席会预算提家己的学费。高虹安反对来批评假周刊涉漏个资。我相信资策会一定是承受了国家机器或者执政党柯建铭相当大的压力，才会不得已要提供出这一些资料，正式宣布台湾进入绿色恐怖元年。提高不要被应该会不会成，会不会被反告诬告了？他自己应该很冷静想，不是告了就没事的，凡是走过必留下痕迹的，他自己应该去面对的。假周刊也声明表示，报道确实查证会反告高虹安不告罪。民进党新竹市长参选人沈慧虹是回应，老实才是上策，提告免逃避问题。任敬仁认为，应该请主席会说明，诚实才是上策。说一个谎，要用更多的谎来圆。你在资策会的期间用了哪些项目，用了哪些经费，有责任对大家说清楚。讲明白，实际的内容我们不是很清楚，要请资策会说明。如果事实是如同媒体爆料，这样就不是很恰当。
民进党立院党团进前已经行文组织会，要求提供各方案禁止期间内业务执行进行。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组织会是经济部要加强监督财团法人，过去拢伫微调资料，经济部会判断是毋是提供。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已经过身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今日举行国葬，有超过200个国家地区的领袖和政治头人，也有一个国际机构等代表，大约有700多人来出席这场葬礼。伫会场外口，自早到暗，也有民众伫咧指定的公园献花，人数超过200个人数。时间无多准时伫下晡4点结束。又来延长这时间，国葬的地点是伫咧这个武道馆附近，所有反对国葬的民众伫咧现场抗议。第二队造假之下，日本首相安田文雄带领捧着安倍晋三骨头昂的安倍昭惠进入会场，宣告国葬正式开始。伫骨头翁仔放伫国葬礼台了后，安倍其他家属甲笑笑讲，请王翁仔某带领7名皇室成员、甲天皇夫妇、上皇夫妇的代表人员拢入场了后，就开始唱日本国家执行灭爱结婚证，佮由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宣布国葬仪式开始了后，播出日本政府制作的纪念安倍在生影片。影片一开始就是安倍在生时阵，家己弹的花打咧开的钢琴曲。日本を世界の人々が憧れと尊敬を抱き、子供たちの世代が自信と誇りを持てる美しい国日本とするため、私は先頭に立って全身全霊を傾けて挑戦していく覚悟であります。这届国葬除了日本岸田首相甲参众议院议长、最高法院的长官甲前首相菅义伟的致辞对道以外，各位国外来的，包括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印度总理莫迪、澳洲总理艾班尼斯甲英国前首相梅伊在人，差不多200多个国家地区的领袖甲重要人物、国际机构的代表，差不多700多人出席国葬。国葬的气氛严肃，外口设置的民众献花台，九段半公园内底，嘛有民众为透早开始。就开始排队等待献花，有台湾民众特別去獻花，佮有部分民眾伫對道的時陣，一罐啉袂掉流目屎。最後にこうきちんとした形でお別れが言えるのが今日しかないので、今まで7月に自民党の党本部とかも行きましたし、あと事件の現場の奈良県の方も行きましたけども、やっぱりこう最後にやっと。お別れできるのも今日しかないので、今日は絶対来ようと思ってきました。虽然献花对道的民众真多，不过未少人也是认为国葬无法律的经济，加上物价通膨严重，经济状况不好，佮开16亿外日票，差不多台票3亿7千多万办国葬，互人无法度接受。部分反对国葬的民众就组织伫举办地点东京武道馆附近抗议。国视新闻电视同朋友。讲到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台湾由台日关系协会会长苏家全、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也有组织代表谢中庭组成的特使团去参加。在进行各国代表献花时阵，大会以台湾来称呼咱的大使团。咱的这个苏家全又表示讲，这代表就算这前首相安倍晋三已经过身啦，这台日的情谊有关是真深。免若中国敢会来抗议咧，谢中庭认为中国是无理由抗议。台湾。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国葬，各国代表献花时阵，属于以台湾称呼咱国特使团，镜头也翕到谢中庭、苏家全、王金平3个人伫队伍听候。经过安倍交会边的时阵，特使团行礼表达问好。这届国葬以台湾称呼，不是使用官方中华民国。苏家全认为，伫这种国际场合称呼台湾，会当感受台日中间的情谊，也是真深。因为中国代表团原来出席国葬典礼，称呼台湾恐惊引起强烈反应。不过谢中庭认为中国无理由抗议。代表国家的行列之间来进行整个献花的仪式，这一点让我们也感到安倍先生。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日本各界对台湾的感情依旧是非常深的。比较疏远的人不应该来批评人家比较亲的了。我是查不到这个
他们跟安倍有什么关系了，所以他应该不会对我们说三道四，也不应该对我们说三道四。受安倍家属邀请出席的李登辉基金会董事长李安妮嘛带来詹文辉慰问会。我觉得这个他用台湾来称呼呢，代表是现在台日之间呢是典型的一个非这个官方的这个实质关系哦。尤其这个讲到台湾呢，其实也体现了这个台日的这个友好。谈文家分析，日本使用台湾显示正重视安倍甲台湾的友情。中国这届派出中国政协副主席万光，政治分量明显降低，显示目前中日关系有较差。记者综合报道。由罗西亚掌控的4个乌克兰地区连续4天加入这罗西亚的公投第2节结束啊，就报道指出讲是有民众呢去互这武装的这个罗西亚军队去投票所投票。伫8年前，罗西亚也同款用这款的公投方式，把克里米亚半岛接落来，所以这届4地区公投也互当作是要把这土地接落来拗补。这方国家批评这公投真无体，也违反着国际法。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的梅利托波尔就无公投特别结束，当地居民无奈表示，亚线战乱带来不安，那因平安过日子，因都支持。Достаток в жизни, благополучие, это все, я думаю, это все у нас настанет и все будет. 这摆入乌公投包含已经成立人民共和国的顿涅茨克、甲卢甘斯克、甲东南部扎波罗热，也有赫尔松举行。总投票人口400万，包含乌克兰15派领土面积、投票人员、查票箱，加加好好爱民众投票。莫斯科表示，这摆公投完全尊重民众意愿。Смотрите, вопрос, вы за вхождение Донец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в состав? Все, вот вам ручка, я отворачиваюсь, а вы голосуете, ваша воля и заявление. 顿涅茨克前2天的投票率超过55%，卢甘斯克超过83%，赫尔松也超过63%。不过有报道指出，未少地区的民众是互武装俄军去投票所投票。2014年，莫斯科也是透过公投并吞克里米亚半岛，所以这摆公投也看作是俄国想要吞乌克兰领土，违反国际法。英国已经针对俄国做出新的制裁。美国白宫亦搁一摆强调，这是一场可体的公投。When it comes to the sham referendum, the sham votes that we're seeing in the last couple of days, 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to hold Russia accountable and support Ukraine for as long as it takes. 两国战争紧张，总统普廷进前下令动员30万欧美军人投入战场。开战了后，莫斯科就找俄国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投入战争。瓦格纳集团这几年在国际之间名声真歹，不少行动拢甲侵犯人权有关系。俄国也一直无承认甲这组织有关系。不过有普廷孤独名声的生理人普里戈金，自人总算承认，在2014年创立瓦格纳集团，也表示在非洲甲拉丁美洲拢用兵。公司新闻警员朋友。罗西亚为着修正继续调集因国内兵仔，却来引起因国内民众反弹，甚至有人用放火烧家己的方式来抗议。伫西庇利亚地区的丁兵办公室也发生一枪案，造成一名官兵重伤。另外，这个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也承认讲，因动员的过程确实是伤过强攻，不过却是唔承认讲，这罗西亚伫明仔载就要来封锁边境，限制民众出境的消息。在公正官员的见证之下，安德瑞甲尤利亚正式结婚。不过仪式结束了后，尤利亚目屎是流鼻涕，因为刷落去，先生就要去战场。可因为伊的先生真大心，为伊切目屎。普廷进前下动员令，爱为乌克兰战争增加30万兵力。来自俄罗斯南部的安德瑞接到征调，就决定先结婚，不过就要因为战争离别，尤利亚忍袂住哭出来。虽然袂少俄罗斯人选择服从命令去战场，不过反对动员的示威依然伫各地滚价。
在北高加索的吉达斯坦地区，半夜就伫警民之间爆发激烈冲突，为咗人对峙，当地媒体报道，警方把使用催泪瓦斯驱离群众。伫这时阵，西伯利亚东南部城镇有一个查甫人提前闯进警兵办公室，发动攻击，一名官员受重伤。Подозреваемый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уже задержан. Сейчас его допрашивают следователи Следстве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另外，我高中报道，齐立生有一个查甫人伫巴士站话，我买去乌克兰作战了后，想要自焚，互救护车送走。有批评指出，当局为避免引起都会区民众反弹，将这摆动员焦点放在偏远的北高加索甲西伯利亚。毋过，北高加索已经为乌克兰战争导致无成比例兵员至少数百人伫战场死亡。所以，各一摆征兵引起强烈不满。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有2300多人被抓，超过26万名550多人逃离边境。克里姆林宫反前承认动员过程可能问题，无法定教令予学生、议会较大人或者是病人。之前反对派媒体报道，会为即被开始封关禁止符合作战资格查甫人离开。克里姆林宫是无承认有这决定。公司新闻站回面评论。加拿大卫生部长杜克洛斯26宣布，10月7日开始会解除所有这新冠病毒的入境检疫措施、检疫也有一个隔离停书。香港是对26早起的6点要开始施行这0+3的新规定。香港航空对台北飞香港的这个飞行机班也特别因为这个政策的晚4点钟起飞。香港为2日开始，入境检疫措施为3+4改做0+3，旅客免伫酒店隔离，出机场就当直接搭大众运输工具离开，只要居家检测3天，这3天会当上班上课，毋过袂当去餐厅、酒吧或者是人较侪所在。香港航空一早为台北起飞，原本按算第半暝到香港的机组，为着要互旅客享受新措施的利便，决定下昼4点钟起飞，早起6点12分到香港，加做头一架受惠航班。有部分的旅客已经2年半无甲亲人团圆，伫咧入境大厅，一个看到来接机的亲人，都欢喜甲咱做伙。因為而家2年大家都仲係健康可以喺香港呢度見翻面，就好開心。不過，香港衛生署規定，到位了後的頭1天、第2天、第4天甲第6天，攏總愛做4屆 PCR 檢測，全部攏陰性才會當出門。商業團體、外籍人士甲香港的居民認為講，這套入境的新措施要是對國際社會袂着，對香港的競爭力是無幫助，而且嘛影響香港佇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呼籲應該隨實施0+0。鏡頭來看加拿大，衛生部長杜克洛斯2日宣布。為10月7日開始，會解除所有新冠病毒入境的防疫措施、檢疫甲隔離的停書。Obviously, we have no hope to reintroduce some of these measures, but if we need to protect the safety of Canadians, we will have to. 超過90%12歲以上的加拿大人攏有注疫苗。這個月初，當局還閣批准大人做的莫德納次世代雙價疫苗，因為疫苗的注射率、新的疫苗也閣有治療的方法的進步，相關的數據顯示。加拿大已經度過上新一波新冠病毒感染的高峰期。公司新聞王慧文報道。美國總統拜登伊嘅發言也互外界質疑講，即美國對台灣嘅政策敢有改變呢？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喺今日嘅記者會頂頭，閣再強調，一中政策無改變，也正罕見來表示講，美國袂對台灣嘅主權有蝦米款嘅立場。就這學者分析講，這是要強調美國嘅一中政策和中國嘅一中原則是完全無同嘅。另外，美國副總統胡錦麗和日本首相菅田文雄有見面，雙方也攏強調台海和平穩定嘅重要性。美國總統拜登嘅保台論小說咧發假，白宮嘅官員有真濟遍來背回對台灣嘅政策是未改變。美國國務院嘅發言人普萊斯喺26日，向媒體問到講，一中嘅政策抑個台灣是毋是中國嘅一部分嘅時陣，正罕見來回應台灣主權嘅問題。One China policy has not changed. We don't take a position on sovereignty, but the policy that has been at the crux of our approach to Taiwan since 1979. 美國未對台灣嘅主權採取立場，這是遮久以來嘅政策，毋過正罕嘅咧公開說明。不二個，普萊斯喺5月個捌喺推特來強調講，無認同中國嘅一中原則，
学者这边再度来公开说明，是想要清楚来表达出一中的政策甲一中的原则，这是无相共的。过去的一个处理的方法就是我心知肚明啊，我的想法也很清楚，我立场很清楚。那我不用直接挑明说我的一中政策跟你一中原则不同。那现在他是很明显提出。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26日天去到日本来参加安倍的国葬，先甲首相岸田文雄来会面。白宫发表声明表示，讲双方讨论中国最近伫台湾海峡的侵略性，还有无负责的呛度，并且重新来维护台海和平还有稳定的重要性。The alliance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a cornerstone of what we believe is integral to peac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岸田嘛表示讲，前首相安倍规心要来投入加强日美的同盟，伊嘛有责任来继承安倍的位置，要来和美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伫个中国的野心受到国际关心的时阵，岸田嘛小耍来策动加强国防。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民航组织第41届大会伫台湾时间今日深更会伫咧加拿大召开会议。今年台湾同款无受到邀请，不过这交通部民航局组成的 IQ 行动团去到加拿大，要和各国代表也有专业的民航组织伫场外进行会谈。交通部长吴国在也投诉国际媒体要用影片的方式来向国际展现咱台湾想要加入的决心。咱国要是无受到邀请参加 IQ 大会，不过民航局行动团伫加拿大当地时间9月26日起，甲驻加拿大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共同举行国际记者会，强调全球拢总有300多个飞航情报区，台湾民航局管辖的台北飞航情报区是其中一个真重要的部分。交通部长王国材嘛以全英语的影片向国际发声。This August, when China conducted military drills around Taiwan on short notice, we had to make emergency response and guide all aircraft in the Taipei FIR to avert danger. 交通部嘛讲到，最近中国伫台北飞航情报区各方面实施军演，嘛对4颗里的飞航情报区造成影响。IQ 大会今年的主题是疫情复苏了后，重新连接全世界。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呼吁 IQ 应该重新考虑纳入台湾。目前松山机场它就是建制，就跟中科院合作，它建制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防治系统。各国对这样的一个防治技术不见得比我们要先进，这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叫 IQ， 就是说其实我们能够对他们有一些贡献。交通部民航局伫2016年甲2019年，拢伫 IQ 大会举办的期间，有去争取参与。今年是第3届出动行动团，伫当地持续甲各国民航主管机关交流，嘛有得到友邦甲非友邦的国家表态支持。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台股受到这通货膨胀加美金变大元的影响，自从正月15上关点18619点，落到今日已经是13826点咯，已经落超过25%。就分析师认为，讲这台股已经落真深，除了靠这政府护盘以外，台股敢发度反弹，也是爱看这美股的走势甲变化。美国一直性利息冲击全球金融市场，利空持续影响。美股三大指数日全部收乌 ，S&P 500指数甲纳斯达克指数已经分别为历史高点落差不多23%至32%，纳斯达克指数落将近330点，是2020年以来头一届落入空市。用相关利息控制通货膨胀的策略，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OECD 也预估，美国经济成长为今年1.5%放慢，一直到明年0.5%。The war, the burden of high energy and food prices, as well as zero COVID-19 policies in China, mean that growth will be lower and inflation will be higher and more persistent. 亚洲股市礼拜二盘中有起有落，无对美股大落。其中台股早盘虽然捌重新徛起咧13800点，不过台积电由红变乌，盘中起落各有倒转来，总场是起48点40点，收伫13826.59点，成交台是1894.35亿。随上前一天台股大落340点，吸收个人基金风扇13928点，对比1月初5上悬18619.61点，大盘已经落超过25%，调伫
空气。台股这一波基本上已经类似进入熊市了啊，但是以过去的历史经验啊，就是说是台股从来没有连续2年下跌，美元指数已经强了大概11年了。以过去历史经验，不管怎么看，今年大概就是最高峰了。那国安基金在7月13号进场之后，那么曾经上涨10%以上。那现在是有点回落，在我国的这个基本面相当的良好，那这一部分我们密切来关注。分析师认为，台股落有够济啊，市场有伫哪看哪买。目前除了靠政府护盘，盘势是毋是会当明显回升？关键也是爱看美国形势加美债息利率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救出口，国部局甲外部协会有甲国内美妆品牌合作，透过线顶照相的方式，无过再锁定单一市场，颠倒去开发伊斯兰的市场。不过最近这美金变大元，台票变薄，虽然做出口会当收真侪美金趁钱，不过制造成本却是大大增加，是因为真侪原物料拢需要进口，颠倒互成本变更较悬。若准这台票继续变薄，所赚到的美金可能会互成本食了。由国务局外务协会甲国内各大美妆品牌合作，头一遍发表穆斯林线顶快点店，希望透过线顶照相方式拍开新份的伊斯兰市场。对我们来说非常陌生，但是对穆斯林，我们做一个前侧的研究，他们对这2支精油就非常的喜爱，一个人认为是非常大的潜力市场。受到相关利息甲通货膨胀冲击，全球经济并不因为疫情断好，各国走向解封经济有变较好。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OECD 甚至向下修2023年全球经济预测，为2.8%修改到2.2%。经济部预测9月份外销订单恐惊衰退将近1成。这个清真的市场规模预计呢，大概也有超过2兆美元，端庄时尚这一块，它的产值是超过了4000亿美元，去争取这样子的一个庞大的商机。最近台票兑换美金的汇率持续变薄，已经挖近32块。不过部分出口业者表示，设备销去海外，以美金计算，台票变薄对因有利，不过落伤济恐惊压缩利润。我们可能比较能够接受的底线大概在31点多，我觉得是比较适合的。如果你超过32以上的话，我觉得会引起很多的担忧，我们整个利润结构的改变哦。那塑料以及我们一些医疗器材所用的一些材料都是进口料，所以说这个成本也是大幅上涨，对我们来说也是一则一喜，一则一忧。相关利息、地税资金一直贴离，都惊台票会落伤济，而且台票兑换美金的汇率停止连落4天，升达3.8分，收伫31.78，台票暂时无落破32块。不过分析师是讲，短期的趋势，美国11月份也会相关利息3码，资金持续贴离，台票恐惊也会继续落。记者综合报道。一年一届拢会出现这个木星、太阳也有地球排做一条线情形。早起也有出现哦，伫咧台北市天文馆因也讲，这届的木星冲是1963年以来木星上届接近地球的一届。最近这几天日头若落山，用伫咧看天顶，咱就当用目睭看到，而且上光的迄粒星就是木星，咱会当来去甲伊看看卖。这是今年7、8月威逼太空吊镜翕到的影像。这是太阳系内底上界大粒的星体木星。9月27透早3点左右，全球会迎接一年一届的木星庆，也就是木星上界挖大地球的时阵。太阳、地球跟木星3个排成一条线，地球跟木星基本上会是距离比较近，然后木星就会看起来比较大、比较亮。所以通常来说，木星冲的这一天是最适合观测木星的时候。透过镜头会当清楚看到木星家己伫个东西，顶悬有真侪环蛇，也佫有真出名的大红斑。专家指出，这届木星庆是从1963年以来上届挖大地球的一届，上高的光度会当达到-2.9的等级，这是真难得会当观测的好时机。就是我们这一次是60年才一次的，比1等星还要亮的，亮2.5倍的就是0等星，那比0等星再亮2.5倍的，那就是-1等星。那相对来说呢，-2.9等就是比这些恒星还要再更亮。你想要再看到下一次这么大的木星，可能在我们的计算程式的范围内都没有办法看到比这次还要大的。虽然木星庆是发生伫咧27透早，不过专家嘛讲，最近这几天拢真适合做观测。照天气的状况，伫咧日头落山了后，抬头看空中上界光的迄粒星就是木星。因若台北市立天文台，嘛伫咧10月初1暗时做直播来解说。记者综合报道。
9月18大地震了后，伫台东地上的复兴村有农民发现讲，因本地拢是抽这地下水伫咧淹田，不过这个水井水位却向降低真济，即马抽无水啊。另外，伫复兴村也有一块烂仔地，这个向打起，伫烂地内面，真济鱼仔拢死去啊。这几片看起土马是拢大屁屁，这是台东地上乡好有参考鱼的复兴烂地。伫1918大地震了后，水源全向无去，敢若剩一窟仔勉强还有水，鱼仔是照拢去遐咪，不过水源无够，也是造成鱼仔大量死亡。强震之前哦，水很多，它都还有大概30公分以上的水，几天就没了。伫烂地附近的田，因为是农电水利署淹田区域外口的田，因为无水泉，无法度有淹田的水，所以复兴村这块地啊，有20多公顷左右的田。农民拢会靠泉水，或者是靠抽地下水来淹田。不过大地震了后，农民发现讲，水井的水位向降低，抽无水。附近一个有泉水的所在，水位嘛大幅度下降。不过，过去1个月，麦当场啊就要收成，即嘛急要用水。若无这个树啊，恐惊会变做拍树，造成损失。农民是头壳摸咧烧。稻子跟再出了，没有水的话没办法，我们尽量就是拼命的救而已啊。我希望是说你们能有那样的能力给我们补助，来打再用那个井啊。地上乡公所表示，因为复兴村这个所在，农民都是靠家己污水井伫淹田，所以乡公所无依据通好提供补助或者是救助。因若农电水利署无法规通好协助提供水源，互管辖区域以外的田来使用，所以这20多公顷的农民可能需要家己想办法来解决淹田用水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亚洲联的选手郭幸顺伫咧去年底参加世锦赛了后，因为疫情还佫受伤，也未有比赛记录。下晡伫全国青年杯举重锦标赛，女子64公斤级，最后的掠举100公斤，体举125公斤，加起来225公斤，摕到3块金牌。去年底世锦赛只剩2个月过，郭幸顺参加全国青年杯，无调整体重出战64公斤级赛事。原本就是会拄到东奥两届铜牌东运会，佮因为东运会要去亚锦赛确定，加入选手佫是异常厉害。10月关出一大站，郭幸顺出场的时阵，其他选手已经比完，掠举设定90公斤，连续举起90、95甲100公斤，佮加优势挺举开拍115公斤，连续挺120甲115公斤，最后总和215公斤，总共3金。其实我赛前蛮紧张，因为我毕竟有一段时间没有比赛，所以今天就是找那种比赛的感觉，那跟节奏。9个月无比赛，伊利用这场今年唯一的国内赛找感觉，伊也承认家己顶半年状态无较老好，暗过8月了后调息袂歹。难免想要求好，所以他难免总是会比较紧张一点，又加上奥运金牌虽然拿了，但是以幸存的个性，他好还要再好，所以这个压力是他自己给自己的。今年会尽量会让自己多一点休息跟恢复，因为毕竟明年的积分是可能要参加到4场，对，可能以前对我来说4场也是还好啦，但是现在对我来说4场就可能就是在调整上就要花费非常大的心力。面对中国新人21岁罗时峰，真侪年无参加比赛，北韩也要派出新选手参加世锦赛。郭幸顺要5连霸充满变数，不过教练表示，真正战场是巴黎奥运，以提奥运积分为主，世锦赛应该会做保留。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有这在地社区和在地这人狮武术的团队合作，和旅客来体验传统的民俗表演，也鼓励在地国小做伙来学习这人狮的武术文化。锣鼓卡落去，配合人狮动作，遮尔有气势。这是南投县民间乡的产业社区，为着咧推动地方的观光发展，佮结合在地人狮甲武术文化，规划特别的体验行程。打鼓的时候蛮震撼的，他在打拳的时候觉得，哇，其实有流汗的感觉啦。因为现在小孩子都窝在家里，宅在家里，不是3C就是电脑，然后想说走出户外，然后一起亲子同乐。现代真侪囡仔自细汉就走伫咧电子产品头前，着家长带囡仔出外行打，也通体验到很直接触的人狮甲拍拳头。会当传承
传统武术，咱的武术哦，继续爱传承拍拳头、挡塞、甲拍鼓啦。不管是我们在地的小学，或者是呢，只要邻近的小学，只要他们有兴趣，我们都呢可以持续的跟这边的学校，还有就是同一堂这个我们的武术团体来做一个搭配。除了规划观光体验行程，社区的发展协会嘛有甲在地小学合作，希望会当带学生囡仔来活动身体，嘛当做伙来传承传统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明仔载天气。吉人到新竹对24度到33度，苗栗到云林对24度到33度，嘉义到屏东对24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31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5度到32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